3年前嘅嗰個夏天，我哋喺親子和諧粉彩班認識咗小黑妹妹。正當其他家庭嘻嘻哈哈喺度填緊色嘅時候，課室嘅角落竟然傳嚟壓抑嘅哭聲，就係因為咁樣，俾我哋深深記住呢對咁特別嘅媽媽囡囡組合。哎呀，用呢個色真係好鬼肉酸啊！都話要跟足老師教噶啦，點解你咁硬頸噶？你咁畫咪唔啱咯？你睇下，做錯晒，一陣間俾老師笑你啊！小黑妹妹全程都耷低頭，用擦膠瘋狂咁樣修改，好想聽晒佢媽咪嘅所有意見。外人睇佢擦走嘅唔單止係顏料，好似仲有自己嘅存在方式。親子創作就好似一塊鏡咁，俾我哋見到有好多把刻有愛字嘅利刀。媽媽嗰份嘅為你好焦慮，變成咗小黑妹妹畫紙上面打晒棘嘅線條。同時，我哋都見到阿媽揸擦膠揸到手指都白晒。其實佢自己何嘗又唔係用力咁樣擦緊自己心裏面嗰一幅完美阿媽嘅藍圖呢？第2堂阿媽病咗冇嚟，今日小黑妹妹支畫筆直頭好似識飛咁啊！義工發現冇咗應該點畫嘅魔咒，小黑妹妹筆下嘅阿媽竟然比現實更加溫暖同埋有愛。第3堂嘅主題係屋企。當小黑妹妹將全家福完成嘅嗰個時候，我哋突然之間都明晒，其實所謂嘅親子藝術治療，從來唔係要修正邊個嘅錯誤，而係要俾對方睇到真實嘅自己，唔使做作，唔使掩飾。藝術唔能夠保證解決所有嘅問題，佢只係輕輕咁樣揭開嗰塊冚住咗嘅布，俾我哋睇真啲。每個死擦爛擦嘅小朋友，其實都喺度等緊一句：你本身已經好好噶啦，你畫得好靚啊！每個焦慮嘅阿媽都需要 reset 翻呢個愛嘅原廠設定。完成咗最後一堂，小黑妹妹拉埋媽咪企喺課室嘅門口，送走晒所有嘅人，同佢哋 say goodbye 之後，先至開心離開。企喺扶手梯嘅佢，最後仲好似紅館歌手咁樣，一路降落，一路揮手，用佢最燦爛嘅笑容多謝導師。當小黑妹妹學識喺自己嘅畫紙為自己創作嘅時候，阿媽終於都明白，親子關係唔係要孩子臨摹自己，而係要同佢哋一齊創作絕版貨。燈火相伴，照亮每一段路。你願唔願意都將自己嘅燈照亮好似小黑妹妹同佢媽媽咁樣嘅人嘅一段路呢？